那是当时银行去征光禄，正是洪者奉兵征回呀。承蒙司罗大人关爱，在我玲珑进关，今日县下午日得来拜谢。老夫特地为文侯准备了雅物，替文侯助兴。文侯，请。望不上前见过文侯，原来是小姐。是啊，哎呀，失礼呀，是失礼。哎，不知者不为这样。儿啊，文妃先生，奴家万福。我将万里。可惜他为不主张不为法，真命啊！要还先生3年啊！文侯，老夫刚刚想起，赵荣还有要事。这个，既然大人少当有事，小将上去告退，明日再来拜访。哎，慢嘞，慢嘞，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？
就让小女在此陪伴温和饮酒，如何呀？让小姐在此？是啊，这使不得吧？哎，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温和饮酒，为父取酒来。哎呀，弟弟啊，大人，你要早去早回哟。知道了。小弟，请走。请坐。小弟，请啊！你就算为温柔添句。美呀，真是美呀！请问你谁归来？应今生两于是，结局了表杨无心。
问小姐，清晨几何？早把言话。好，把言话真是妙理。可曾许亲吗？这个还不曾许亲小姐，相安吕布，君子好合群。